如果你覺得自己前半生或者過去呢半年成日都係做爛好人，對身邊親戚朋友掏心掏肺，見到人哋有困難，二話不說就借錢俾人周轉，結果換嚟嘅係咩？換嚟嘅係人哋表面當你補轉個頭，就當你大水魚，背後督背脊，過橋抽板，跣到你攤攤腰，借出去嘅真金白銀直頭好似倒落海，收都收唔返，仲惹到一身是非，搞到你心入面怒憎到爆炸，晚晚瞓唔着。今日我好認真同你講，你千祈唔好再賴運氣差，亦都唔好怪天對你唔公平。問題根本唔出喺運氣度，而係出喺你根本唔識帶眼識人。俗語都有話，知人口面不知心，畫虎畫皮難畫骨。好多時候我哋身邊最危險嘅人，往往唔係一睇就只係壞人嘅惡霸，而係嗰啲日日笑騎騎同你稱兄道弟、阿姐前阿姐後，表面對你關懷備至嘅所謂好朋友、好親戚。呢種人喺傳統面相學入面，我哋叫笑面虎。佢哋天生反骨無情，最叻扮豬食老虎。你對佢越好，佢就越覺得你好蝦，遲早會將你身上嘅財氣同好運吸乾吸淨，跣到你破大財。今日我就教你一套最實用嘅睇相認人方法。你睇完之後攞塊鏡對照下身邊嘅人，如果你身邊有下面呢3種面相特徵，無論佢係識咗幾十年嘅老死一齊大嘅親戚，定係公司日日見嘅拍檔，都一定要同佢拉開距離，斬斷所有金錢落，及早遠離呢啲人，先可以保住你嘅血汗錢，逢凶化吉。影片最後我仲會教你一個獨家防小人風水方法，幫你清走身邊衰氣。而家即刻喺留言區打小人退散4個字，先幫自己建立一個防護磁場。我哋馬上開始。第一種一定要提防，絕對唔可以深交嘅面相，就係3白眼或者4白眼。咩叫3白眼？正常人望過去，黑眼珠上下係貼住眼眶嘅，只有左右兩邊見到眼白。但3白眼嘅人，黑眼珠明顯偏上或者偏下，搞到眼睛左右，再加上面或者下面總共有3面露出大片眼白，呢個就叫3白眼。如果上下左右都露白，就係4白眼面相學入面。眼睛係靈魂之窗，代表一個人嘅心術同品性，眼白多過黑眼珠，傳統叫蛇蠍之相。呢種人嘅性格通常極度自我中心、自私自利，而且報復心好重。你身邊一定遇過呢種人，平時冇利益衝突嘅時候，佢可以表現得好隨和，甚至主動同你斟咖啡講心事，扮到同你糖黐豆。咁但係佢內心深處從來冇將你當過朋友，只係將你當成可以利用嘅工具。一旦牽涉到利益，比如公司有升職加薪機會，或者生意有個大客，佢絕對會第一個踩住你上位。最麻煩嘅係3白眼嘅人特別記仇，你對佢好9次，只要有一次順唔到佢意，比如佢開口問你借一大筆錢，你話手頭緊借唔到，佢唔會體諒你，反而會記恨你好耐。之後佢就會喺背後放暗箭，四圍散播你嘅謠言。喺老細或者親戚面前唱衰你，甚至暗中破壞你嘅生意同感情。佢哋嘅宗旨就係寧教我負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負我。我見過太多客人一時心軟，同3白眼嘅人夾份做生意，開頭講到天花龍鳳賺到錢大家平分，結果一到賺錢，對方就開始做假數，慢慢轉走公司資金，最後留低一個爛攤子同成身債俾你孭，自己就消失得無影無蹤。所以我強烈提醒大家，如果你發現生意拍檔同事或者成日叫你投資嘅朋友，對眼係3白眼或者4白眼，千祈唔好同佢哋有任何金錢勒色。如果係避無可避嘅親戚，記住4個字，點頭之交。佢讚你，你笑下，就算絕對唔好將屋企有幾多存款，有咩打算家庭秘密講俾佢聽。你講嘅每一句話，將來都可能成為佢攻擊你嘅武器，惹唔起。我哋躲得起，保住荷包最實際。我再同大家分細啲，3白眼分2種，上3白同下3白套路完全唔同。上3白即係黑眼珠偏下，上面露大片眼白。呢種人屬於暗箭傷人型，佢唔會同你正面衝突，表面永遠笑眯眯，甚至成日讚你，但背後最中意放冷槍打小報告，你死都唔知邊個出手。職場入面最多呢種人，同你平起平坐嘅同事，平時同你一齊食飯吐槽，老細轉頭就將你講嘅說話一字不漏報上去，將功勞攬晒自己身上，黑鍋就推晒俾你下3白，即係黑眼珠偏上，下面露眼白。
呢種人攻擊性就強好多，屬於明搶明奪型，野心寫喺眼入面。一旦有利益衝突，佢唔會同你講半分情面，直接踩住你上，甚至反咬一口做生意遇到下300嘅拍檔。你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，合同掃保，一定要清清楚楚，唔好講口頭承諾，否則佢隨時可以反口唔認人，將所有利益吞晒，留低爛攤子俾你同呢種人相處。自保嘅方法好簡單，就3個字：唔交心。傾偈至傾閒偈，唔好講自己嘅底牌，唔好講屋企嘅經濟情況，更加唔好同佢哋講你對其他人嘅評價。佢哋問你私事，你就打哈哈帶過。比如問你最近賺唔賺到錢，你就話揾餐晏仔啫，夠糊口就算。千祈唔好講真實收入，講得多，佢哋就開始盤算點樣喺你身上揾着數。你而家回想下，身邊有冇呢種3白眼嘅笑面虎？有嘅話，即刻喺留言區打個有字，提醒自己大眼識人。講完3白眼，第二種見到就要掉頭走嘅面相，就係眉毛斷缺或者眉骨橫突，冇肉包住面相學入面，眉毛好重要，叫兄弟宮，亦都叫交友宮。眉毛生得順滑連貫嘅人，通常重情重義，朋友多，互相幫忙。但係如果一個人眉毛中間斷開一截，或者眉毛極度稀疏，好似冇眉咁，又或者眉骨生得好高好突出，但上面皮包骨完全冇肉，呢種面相傳統就叫反骨相，屬於忘恩負義嘅特徵。呢種人最大嘅問題係情緒極度唔穩定，衝動易怒，而且完全冇感恩之心。佢哋遇到困難嘅時候，真係可以放低所有尊嚴，喊到涕淚交零，甚至跪喺你面前求你幫忙。好多人心腸軟，見到朋友親戚咁淒涼，就忍不住將辛苦儲落嘅養老金、血汗錢借俾佢。仲有啲更傻嘅，走去財務公司或者銀行幫佢做擔保。你以為自己做善事救人一命，我話俾你知，你係親手推自己落深淵。因為眉毛斷缺、眉骨突露嘅人，字典入面根本冇報恩2個字，難關一過佢翻臉快過翻書。等你手頭緊好聲好氣問佢幾時還錢，佢唔單止唔感激你當初救命之恩，反而即刻起晒筋，大發脾氣，甚至惡人先告狀，怪你逼得太緊，話你孤寒冇人情未借錢。嗰陣佢係契弟還錢，嗰陣佢變大爺更過分嘅，仲會四圍同其他人講你壞話，將自己扮成受害者，將你講成逼死朋友嘅衰人。如果係做擔保，佢哋分分鐘拍拍屁股走人破產，留低筆天文數字嘅爛債俾你下半生慢慢還，分分鐘搞到家宅不寧。我做玄學咁多年，聽過無數因為幫親戚朋友做擔保，搞到晚年淒涼嘅故事。有啲老人家辛苦打工幾十年，臨老將畢生積蓄借俾有反骨相嘅女婿外甥做生意，結果血本無歸，自己病咗都冇錢睇醫生。所以大家記住我嘅忠告，身邊嘅人無論關係幾親密，只要眉毛斷缺、眉骨橫突，冇肉，同佢相處一定要企硬。平時食飯飲茶冇問題，一講到錢，講到借貸擔保，你即刻同佢話屋企啲錢全部鎖死喺定期，或者老婆老公管住，1毫子都拎唔出，唔好怕得罪佢。因為呢種人你遲早都會得罪，與其借完錢收唔返先得罪，不如一開始就保住啲錢。我再同大家拆解2種反骨眉嘅分別。第一種係眉斷，即係眉毛中間突然缺咗一截，好似俾人剃咗一忽咁。呢種人最主要嘅問題係無信義，佢哋當時答應你嘅事，轉頭就可以唔認數。借錢嘅時候講得幾好聽，3個月一定還，半年一定還，到咗期就扮失憶，你催佢仲話你小氣。第二種係眉骨橫突冇肉，即係眉骨突到好似有個棱喺度，上面緊緊一層皮，連眉毛都生得疏疏落落，呢種人就更加危險。性格衝動，容易走極端，你唔信佢意，佢隨時會做出偏激嘅事。我見過好多因為錢反目傷人嘅個案，好多都係呢一種眉骨突露冇肉嘅相。好多朋友問我，咁如果親戚開口借錢，點樣拒絕先唔傷和氣？我教你一句萬能話術，百試百靈。唔係我唔想幫你，而係我屋企啲錢全部喺另一半度管住，定期又未到期，我自己手頭都係得啲零用錢，真係拎唔出。將責任推俾另一半或者定期存款，對方就冇得逼你，亦都唔會直接傷感情。我做呢行咁多年，見過最慘一個個案，有個60零歲嘅阿伯，辛苦咗成世，儲咗100幾萬養老金，
本來打算退休環遊世界，結果個外甥過嚟求佢做擔保，話開工廠。個外甥就係典型微斷加微骨突。阿伯心軟，念住姊妹個仔唔幫唔好就簽咗擔保，結果半年唔夠工廠執笠，外甥走佬成幾百萬嘅債全部落喺阿伯身上，最後連自己層樓都俾銀行封埋，晚年要搬去公屋，日日捱飯盒，真係聞者傷心。所以話唔係我哋唔想幫人，而係有些人根本唔值得你冒咁大風險去幫。如果你以前真係試過借錢俾呢啲人收唔返，當係破財擋災，即刻喺留言區打破財擋災，將過往恩怨同霉運一筆勾銷，下半年重新出發。好啦，而家講第三種，亦都係隱藏得最深、殺傷力最大嘅面相，顴骨橫張突露，再加嘴唇極度薄。面相學上，顴骨代表一個人嘅權力慾、控制慾同對利益嘅渴望。正常顴骨係微微隆起，有肉包住，代表有管理能力、人緣好。但係如果一個人顴骨向兩邊橫向生出嚟，成塊臉皮包骨，顴骨好似兩把刀咁削出嚟，呢個人性格通常極度自私、貪婪、為求目的不擇手段。如果再配上一對薄到好似兩張紙嘅嘴唇，咁就絕對係薄情寡義、自私自利嘅人。呢種面相最恐怖嘅地方係佢哋通常口才極佳，能言善辯，死嘅都可以講成活嘅。佢哋非常識得偽裝，剛認識你嘅時候或者需要你嘅時候，會將你捧上天，日日對你噓寒問暖，買禮物請食飯，同你稱兄道弟，好似前世失散嘅親人咁。但你千祈唔好俾佢嘅糖衣炮彈呃到佢做嘅一切，都係為咗將你變成獵物。呢種嘴薄顴突嘅人，心入面永遠有盤算盤，日日盤算點樣榨乾你個荷包。社會上好多針對老人家、中年人嘅詐騙陷阱，背後好多都係呢種性格嘅人。佢哋可能會神秘閪氣同你講有內幕發財消息、穩賺不賠嘅頭股項目，又或者推銷天價但冇用嘅所謂保健品，佢會用盡心理戰術，利用你對佢嘅信任，一步一步引你落碟。等你將棺材本、養老金全部投進去，佢就會用各種理由話投資失敗、資金被凍結，將責任推得一乾二淨。其實啲錢一早入咗佢自己個袋。我見過唔少叔伯阿姨就係俾呢啲所謂好姊妹、好兄弟呃光副身家，最後老來無依，日日以淚洗面。呢種顴骨橫張、嘴唇極薄嘅人，面對利益絕對冷血。就算見到你傾家蕩產，佢眉頭都唔會皺一下，轉頭就去揾下一個目標。所以各位朋友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。以後只要見到身邊有人係呢種面相，無端端對你獻殷勤，或者不斷同你推銷發財大計，你個腦入面嘅警報就要即刻響起。記住，天上唔會無端端跌金牛落嚟，真係咁着數，佢自己早就發咗達，邊會輪到你遇到佢哋？你就要做到油鹽不進。任佢講到天花龍鳳，都守實自己個荷包，一毫子都唔好拎出嚟。呢種面相嘅人最中意用兩種套路去呃人。第一種係投資內幕局，專門針對中年男士或者有點積蓄嘅退休人士，佢哋會有意無意喺你面前透露自己有親戚喺銀行、喺上市公司做高層，有內部消息買邊隻股票一定升，投資邊個項目半年翻倍，開頭會俾你試少少，投1萬翻2000俾你。等你信咗，再叫你砸全副身家入去，最後就人間蒸發。第二種係親情關懷局，專門針對獨居嘅阿姨阿伯，佢哋會日日上門同你傾偈，幫你買力，陪你睇醫生，比你仔女仲要孝順，開口埋口叫你阿叔阿嬸，甚至認你做契爺契媽。等你對佢完全放低戒心，就開始同你講有個養老項目，有個保健品套餐，買咗之後可以養老，可以醫百病。哄你將退休金、棺材本全部拎出嚟買，等你發現中招，佢哋已經走咗去第二個區揾下一個目標。好多人問點樣先可以識破呢啲糖衣炮彈？其實好簡單，你就諗一條無事獻殷勤、非奸即盜。一個同你唔係好熟嘅人，無端端對你咁好，一定有目的。呢個世界冇人會無緣無故對你好，除咗你嘅父母同真正嘅親人。但凡有人無端端走埋嚟同你稱兄道弟，又送禮物又請食飯，你第一時間唔好開心，而係要問自己，佢想喺我身上得到啲乜？只要你保持呢份警惕，唔好貪小便宜，唔好信天上會跌餡餅。呢啲人就算口才再好，都呃你唔到聽清楚嘅。即刻喺留言區打大眼識人，提醒自己隨時保持清醒。
講完呢3種小人面相，可能好多朋友會問，點解偏偏係我遇到呢啲人？點解小人總係中意揾我笨？其實唔係巧合。從面相同性格嚟講，有3種人天生最容易招小人，最容易被人揾着數。第一種就係我開頭講嘅爛好人型，眉毛生得特別柔順，眼角下垂，鼻頭有肉，但鼻孔外露。呢種人心地特別善良，見唔到人哋慘，人哋講兩句可憐說話佢就心軟。借錢幫忙有求必應，小人最中意揾呢種人落手，因為知道你唔會拒絕，就算唔還錢你都唔會太過分去追。第二種係口無遮攔型，成日口快快講錯說話，唔分場合就亂吐槽亂講人是非。呢種人其實冇乜壞心，但就係得罪人多，稱呼人少。你唔經意講嘅一句話，可能就得罪咗心胸狹窄嘅小人，佢哋會記你好耐，喺背後慢慢整蠱你。第三種係鋒芒太露型，能力強，賺錢多，但唔識得收斂，成日喺人前人後晒自己嘅成績，晒自己嘅財富。呢種人最容易招人妒忌，小人妒忌你就會喺背後搞小動作，整衰你見唔得你好。所以話想小遇小人，除咗識得認人，自己都要調整下，善良要有底線，說話要有分寸，賺錢要低調，你自己做好咗，小人自然就少咗一半。當然好多時候小人係避無可避嘅，比如公司嘅同事、屋企嘅親戚，你唔想見到都日日要見，咁呢個時候就可以用風水嘅方法去調整，幫自己擋一擋。嗱，大家定啲嚟，唔使驚。我既然點得出呢啲小人特徵，自然有方法幫大家化解，風水命理相輔相成，人為調整磁場係可以改變運勢走向嘅。今日我就送個超級彩蛋俾大家，免費教大家一招傳統風水入面專門用嚟斬斷小人煞氣、防破財嘅實用方法。無論你喺辦公室定屋企，只要跟住做，就可以幫自己建立一層防護罩，等呢啲反骨仔、笑面虎嘅陰毒磁場埋唔到你身。首先講下辦公室或者屋企書台嘅佈局。風水學有句口訣：左青龍，右白虎。青龍方代表貴人生機同順利，而白虎方即係你坐低之後嘅右手邊，正正代表小人是非、疾病同破財。好多人唔識風水，將右手邊堆滿亂七八糟嘅文件、垃圾，甚至擺把鉸剪利器喺右手邊。呢個等於自己催旺小人磁場，搞到自己日日犯小人做嘢，周身唔聚財。聽日一返公司或者入書房，你第一件事要做嘅就係將右手邊白虎位嘅所有雜物清乾淨，保持整潔。然後重點嚟啦，去買一盆細細盆嘅仙人掌或者其他有刺嘅綠色植物，擺喺張台右手邊最角落嘅位置。點解要放仙人掌？因為帶刺嘅植物喺風水上叫化煞擋災之物，專門用嚟吉退想喺背後搞小動作嘅小人。白虎位有刺，小人嘅邪氣就攔埋你身。呢招叫白虎擋煞局，化解辦公室政治同親戚間無謂爭拗都非常有用。如果覺得擺仙人掌唔方便，或者想加強防禦力，我再教你一個隨身佩戴嘅方法，去買一條天然黑曜石手串，記住戴喺右手。大家要知水晶佩戴有規矩，左手入右手出，左手帶旺財旺人緣嘅晶石，右手就用嚟排走負能量同煞氣。黑曜石傳統被譽為黑金剛武士，吸收負能量擋小人嘅作用，係各類晶石入面公認比較強嘅。帶住黑曜石手串喺右手，有助將身邊小人釋放嘅惡意、妒忌同算計通通擋開。有咗呢層保護，下半年正財偏財都可以更穩陣，唔怕俾人中途截劫。各位朋友，今日同大家講嘅呢一切字字句句，都係我睇相睇風水咁多年，見過無數人之後得出嘅肺腑之言。我最痛心嘅就係見到本來可以安享晚年、本來事業有成嘅好人，因為一時心軟，因為唔識帶眼識人，俾身邊小人呃光血汗錢，搞到下半生淒淒慘慘，人善天不欺。我哋做人絕對唔可以有害人之心，但防人之心一秒都唔可以冇。認清楚今日教你嘅3種小人特徵，做好防小人嘅風水佈局，下半年運勢一定可以逢凶化吉，財源廣進。呢條片我強烈建議你反覆睇幾次，將呢啲特徵深深印喺腦海入面。更重要嘅係即刻傳俾你身邊嘅親戚朋友，特別要俾屋企嘅晚輩睇下。點解一定要轉發？因為你經歷過世事，識得防範，但你嘅仔女晚輩出世未深，好容易俾呢啲偽善嘅笑面虎騙徒欺騙感情同金錢。
你將呢條片分享俾佢哋，等於送咗一本人生避坑指南俾佢哋，幫佢哋避開致命陷阱。呢種善舉功德無量，上天一定會將呢份善意化作財富同健康，雙倍回報俾你同你嘅家人。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面相知識同風水方法真係一針見血幫到你，即刻點影片下方嘅訂閱按鈕，埋旁邊嘅小鈴鐺，以後就唔會錯過每一個趨吉避凶嘅玄學方法，保證你未來日子步步高升，遠離小人。最後我希望所有支持我嘅朋友，下半年都可以順風順水，貴人相伴。而家請大家喺評論區用最堅定嘅信念打出遠離小人，貴人帶財8個大字。每一句留言都係你向宇宙發出嘅祈願，我會親自喺後台為每一位認真留言嘅朋友送上祝福，將最強嘅防護同招財磁場送俾你。記住遠離小人，貴人帶財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期節目再同大家拆解更多玄學天機，祝大家家宅平安，財運亨通。下次見。